向前啊，轉落快啲，2、3、4，轉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到嘅嘛，唔係嗰啲，唔係嗰啲嚟咯。咁係啦，冇錯。因為你揸，因為你將你個手，你將你呢個拳頭位咧，到成一成，之後你再篤落個手臂嗰度咧，咁你個發力點咧，你唔係嗰回事咯，係痛，我係痛嘅。唔係會有嗰種爆發力佢，你再打多次，谷到實一實，打落嚟再打，個手掌唔飛過㗎，但係你調翻轉咧，你打個手掌，睇住，唔係飛起過。